香港殯儀館的冷氣開得格外足，穿堂鳳裹着白菊與檀木混合的氣味，在輓聯垂落的間隙裏游走。靈堂正中央，謝賢的遺照被百合花簇擁着，黑白影像裏那個永遠帶着墨鏡的老人，嘴角噙着一絲似有若無的笑意，仿佛在俯瞰這場注定載入娛樂史冊的鬧劇。300多位親友與媒體人擠滿了吊唁大廳，空氣裏浮動着壓抑的竊竊私語，有人掃着花圈上的落款，有人用眼角餘光追蹤着第一排家族席的動靜。謝霆鋒穿着黑色中山裝坐在左側首位，他保持着電影首映禮般的體面姿態，只是交握在膝上的手指關節微微發白。右側的家族席空着兩張椅子，那是留給謝震軒和謝震南的位置，但直到追思儀式開始前5分鐘，通道盡頭才傳嚟皮鞋合擊水磨石地面的清脆回響。當那個穿着定制黑西裝，耳垂上釘着碎鑽耳釘的年輕人出現在眾人視野時，記者席的閃光燈驟然亮成一片白晝，有人在快門聲裏倒抽冷氣。Lucas 的身高已經超過了父親，他的眉眼全然復刻了謝霆鋒年輕時的鋒利，但下頜線條掹得更緊，像一張拉滿的弓。哀樂奏響第3個小節時，司儀宣布家族踏禮開始。按照香港殯葬習俗，長子長孫應當跪謝前來致哀的賓客，但謝霆鋒只是微微欠身，右手虛虛按在胸口。這個動作讓坐在第2排的迪波拉皺了皺眉，他用手絹按住眼角，目光在危子和順子之間來回游移。就在這時，Lucas 突然從座椅上站了起來，他要過擺滿祭品的公桌，徑直走向靈堂右側的家屬龕，那裡坐着王菲。他穿着素色旗袍，髮髻一絲不苟，耳垂上那對珍珠耳環在冷光燈下泛着溫潤的光。當 Lucas 停在他面前時，整個靈堂的空氣仿佛被抽走了2/3，連哀樂的銅管聲都顯得失真。年輕人的聲音不大，卻帶着某種金屬質地的穿透力。請問你是以什麼身份坐在這裡的？王菲的睫毛戰了戰，她尚未開口，謝霆鋒已經起身快步走來，手臂擋在兩人之間。Lucas， 今天是你爺爺的大日子。但這句勸阻像火柴擦過沙子，瞬間點燃了年輕人眼底壓抑多年的火種。他猛地轉身，右手食指幾乎戳到謝霆鋒的鼻尖。你也知道是爺爺的大日子，那你讓這個女人坐在主位，把我碼置於何地？靈堂後排傳來瓷器落地的脆響，不知是誰碰翻了祭台上的茶盞，青瓷碎片在黑色大理石地面上並濺出雪亮的弧光。這場血烈的伏筆，其實早在20年前就埋進了謝家的地基裡。2000年，王菲與謝霆鋒的世紀牽手曝光時，Lucas 懸在張柏芝的腹中孕育，那個被狗仔墜圍倒的機場通道，從此成為香港娛樂史上一道難以愈合的疤痕。謝賢作為父親，曾在多次採訪中為兒子的感情生活打圓場。他對着鏡頭擺手笑說後生仔拍拖好平常。但每當記者追問順子的撫養權問題，老人家的墨鏡後面繪閃過轉瞬即逝的陰翳。張柏芝帶着2個兒子移居新加坡的那些年，謝霆鋒每月固定為去生活費，父子間的通話記錄停留在每年春節和生日，冷冰冰的轉賬被注像某種商業契約的履行。Lucas 12歲那年發過一場高燒，張柏芝凌晨3點在社交媒體上傳溫度計照片。謝霆鋒當天下午出現在診所門口，卻被長子用枕頭砸出了病房。保安調取的監控錄像裡，少年西吼着你走啊，我們不需要你。而謝霆鋒站在走廊盡頭的自動販賣機前，往投幣口裡塞了3次硬幣都沒能買到一罐可樂。這些碎片化的記憶如同潮濕的霉斑，在謝賢去世後突然獲得了蔓延的養分，因為老人臨終前特意囑託，要將家族墓園裡預留的雙月位置調整，原本足於謝霆鋒未來的安息之地，現在要讓給張柏芝。這個遺囑細節被《蘋果日報》獨家曝光時，全港的八卦論壇都在討論謝賢究竟是在彌留之際的清醒決斷，還是被某種隱秘的愧疚感勾動。Lucas 在靈堂上爆發的瞬間，腦子裡閃過的正是爺爺病榻上握着他手的畫面，老人乾燥的拇指摩挲着他的手背，
亞仔，有些債要船的，但船的方式。這句話的後半段被呼吸機尖銳的警報聲吞沒了。現場混亂在安保人員試圖分隔父子時達到頂點。Lucas 甩開來扶他肩旁的堂叔，西裝的第二課紐扣崩落在花圈叢中。他指着公桌上謝賢的遺照，聲音裏帶上了哽咽。爺爺生前最後3個月，是誰每天凌晨4點起來煲湯送到醫院？是我媽。他怕狗仔拍到，裹着圍巾走消防通道，保安都當他是送外肉的。這番話讓靈堂右側第3排的座位傳來壓抑的啜泣。像柏芝的經紀人 Emily 公着眼眶低下頭，她手機裏旋傳着上個月將柏芝在 ICU 外牆椅上半靠着睡着的照片，羽絨服口袋裏露出半截保溫壺的提手。謝霆鋒的喉裂上下滾動，他伸手想按兒子的肩膀，卻被狠狠拍開。年輕人後退2步撞翻了擺放輓聯的木質支架，數白絹布上的黑字在跌落中扭曲成模糊的墨團。你給爺爺買的那個天價骨灰盒，黑的是愛子霆鋒敬贈，那我們呢？我和弟弟的名字在哪？在你心裏，我們是不是連你養的那幾隻烏龜都不如？這句話像一把精準的手術刀，剖開了謝霆鋒鮮小時人的私生活。他的確在社交賬號上曬過飼養20年的蘇卡塔綠鳩，配文家人，而2個兒子從未出現在他的任何公開動態裏。王菲自始至終保持着靜默，她只是緩緩將面前的主位牌往右側推移了2公分。這個細微動作被長焦鏡頭捕捉放大後，網友分成2派炒上熱搜，一派解讀為心虛退縮，另一派稱為體面人的克制。其實，在靈堂衝突發生前48小時，像柏芝曾通過中間人遞過一張字條給謝霆鋒，上面只有8個字，爸的身後事，求個體面。這張字條此刻正自成方塊躺在謝霆鋒貼身的口袋裏，邊緣已經被體溫捂得發軟。他原本安排好了所有流程，讓王菲以家族自有的身份坐在第3排，但王菲抵港當日遭遇航班延誤。謝霆鋒親自開車去機場接人時被記者圍堵，慌亂中他直接讓女友坐在了預留的第2排家屬位，恰好像柏芝因航班取消未能按時抵達，那個空出來的這張是位置，成了後來所有矛盾的物理導火索。Lucas 在爺爺的平板電腦裏發現過一段未發出的視頻，是謝賢用顫抖的手對着鏡頭錄製的。鋒仔，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你要記住，亞馬迪波拉當年為了帶你離開賭債纏身的父親，在尖沙咀碼頭跪了整整3個小時。老人沒有提及王菲或張柏芝的只言片語，卻反覆強調家人2字。但 Lucas 截取了視頻中謝賢望向張柏芝照片的那個眼神，那是床頭櫃上唯一一張彩色照片，拍於2007年謝家的除夕夜。張柏芝抱着襁褓中的謝震南，謝賢把手搭在他肩頭。背景裏謝霆鋒正在廚房煎年糕，油煙模糊了他的側臉。隨着衝突升級，靈堂變成了某種情感法庭。Lucas 掏出手機調出一段錄音，外放的聲音讓在場所有人脊背發涼。那是謝賢臨終前3天用氣音如律師的對話：我走後，謝家的族譜要重新謄寫，柏芝的名字不能除，他給謝家生了2個男孫，這個公路誰都抹不掉。錄音裏律師追問關於王菲的位置，謝賢沉默了很久，最終說亞菲是個好女人，但她不足於謝家的祠堂。這段錄音的真實性在事後引發法律層面的爭議。謝霆鋒的律師團隊發出嚴正聲明稱音頻經過惡意剪輯，但 Lucas 在靈堂上擲地有聲的反擊讓所有質疑暫時啞火。你可以告我誹謗，但你敢不敢當着我爺爺的遺照發誓？這3年你回過幾次家？爺爺化療掉頭髮的時候，你在哪裡？在巴黎時裝周前排，船士和王菲在北海道滑雪。他一步步逼近父親，年輕的面孔因憤怒而泛紅，卻始終沒有落淚。那種近乎冷酷的克制反而比嚎啕更具殺傷力。謝霆鋒終於開口，聲音像是從沙礫中練過。我每周都跟主治醫生通電話。這個回答引嚟 Lucas 冷笑。通電話？爺爺的降壓藥從每天2次改成3次，你知道嗎？
他最後那段日子吃的流食是南瓜糊船是山藥糊，你知道嗎？兩個問題像兩記悶拳，讓謝霆鋒下意識扶住了身旁的公桌，桌腿在地面上挖出刺耳的摩擦聲，公桌上的蘋果滾落下來，在黑白遺照前撞出一聲悶響。香港社會學者在事後評論中提及，這場衝突本質上是華人家族倫理與現代情感關係的慘烈碰撞。謝賢作為舊式家長的典型代表，他認可張柏芝通過生育建立的宗族公分，卻默苦兒子翁慈餘王妃的非婚伴侶關係。謝霆鋒試圖在父親、前妻、現任之間尋找某種現代性的平衡，但他的缺席式父愛讓這種平衡成了空中樓閣。而 Lucas 作為新世代的代言人，他用社交媒體時代的信息碎片、錄音、監控截圖、醫療記錄作為武器，將家族私密的暗瘡炸開給千萬圍觀者看。靈堂上有位年邁的族老智危危站起來想說和，但話未出口就被年輕記者們的快門聲淹沒。這個場景充滿隱喻，傳統的調解機制在大眾傳播的狂歡面前如此磨礪，每個人都在用自己認可的正義審判他人，卻沒人注意到靈堂角落供着的謝賢遺照前，那盞長明燈的火苗正在穿堂風裏劇烈搖晃，仿佛老人亡靈也在被這場爭執撕扯。當 Lucas 突然轉身走向王菲，全場陷入某種窒息般的寂靜。他停在王菲面前約半步的距離，燈光將兩人的影子投在身後的素色幕布上，像一幅構圖失衡的皮影戲。王阿姨，她的聲音忽然放輕了，卻更讓人脊背發寒。我沒有鉗對你，但我必須問一句：你坐在這裏的時候，有沒有想過我媽此刻也苦正在機場的公雁航班上，守着3個行李箱和一張取消的登機牌？王菲緩緩抬起眼簾，她開口時聲調平穩如常：我坐在這裏，是因為謝先生需要有人幫他穩住場面。如果你認為這是冒犯，我道歉。這個道歉來得太輕巧，反而讓 Lucas 肩膀顫抖起來。他扯開自己的西裝外套，露出裏面一件洗得發白的舊 T 恤，上面印着2003年謝霆鋒演唱會海報的圖案。海報上的年輕男人抱着電吉他，笑容飛揚，而 T 恤的領口已經磨出了毛邊。我穿了這件衣服10年，同學笑我老土，但我說這是我爸最衰的時候。現在我才知道，那個我爸只存在於海報裏。他猛地把西裝重新裹緊，聲音終於裂開一道縫。爺爺走的那天，我在他病房門口等了4個小時。你猜我等到誰？等到你讓助理送來的一束花，卡片上寫節哀，連個署名都沒有。那是爺爺的烈佛妻子，你連送花都要通過助理嗎？謝霆鋒突然大步上前，挾住兒子的手臂，他的指節因為用力而泛青，眼底衝上血絲。你鬧夠了沒有？這裏躺着的是你爺爺。Lucas 掙脫時撕破了襯衫袖口，紐扣彈到迪波拉的腳邊。老太太終於出聲了，帶着疲憊的沙啞，都給我住嘴。這位在娛樂圈浮沉半生的母親站起來，她的黑色禮帽上別着一枚小小的珍珠胸鉗，那是謝賢送給她的第一件禮物。瘋仔，他望向兒子，當年你爸在外頭花天酒地，我也曾在壽宴上當眾潑過他酒，但後來他躺在病床上跟我道歉時，我才明白，他毒了毒，目光掃過在場所有緊繃的面孔，恨一個人太用力，最後傷到的是自己的骨頭。迪波拉走到信子面前，用戴着手套的手替他理了理撕裂的袖口。阿仔，你爺爺最後那碗粥是阿姨王菲託人從北京帶來的小米。他怕香港的米熬不出那個味道。你媽煲的湯，他喝不下去的時候，是阿姨在旁邊幫他按苦口順氣。這句話讓 Lucas 像被點了穴道般僵住，他轉頭看向王菲，後者垂着眼睫，旗袍的袖口微微如濕。原來他始終攢着一條手帕，只是沒有舉起來擦拭。這場40分鐘的衝突最終以謝霆鋒的一個決定暫告段落。他親手將王菲的座位排充家足勾移到了第3排的至交好友歐域，然後走到 Lucas 面前，第一次鄭重地鞠躬，是爸爸考慮不周。但他直起身時補充了一句：可你媽媽今天未嚟，如果她在這裏，
他不愧允苦你把爺爺的靈堂變成戰場。這句回擊讓 Lucas 冷笑出聲，他掏出手機展示航班動態。他本來在飛機上，但你那位好助理打電話告訴他，謝先生不希望你到場引發媒體混亂。你連他最後送爺爺一程的權利都要剝奪嗎？謝霆鋒拎住了，他確實讓助理聯繫過像柏芝的團聚協調到場時間，但不希望到場5個字從未出現在他的原話裡。助理在人群外圍臉色煞白，手機屏幕旋亮着與某位工作人運的聊天界面，那句未經授權的措辭像一顆定時炸彈，此刻在靈堂中央引爆了最後的信任殘骸。Lucas 忽然收起了所有憤怒，他走到爺爺遺照前，將額頭輕輕抵在冰冷的玻璃相框上，聲音低得近乎治癒。爺爺，你說家和麥是兄，可我們的家早就碎了，你用最後一口氣也尖不起來了。當他轉身走向出口時，黑色西裝的後背印出一片深色漢字，那個背影讓在場很多記者放下了相機，他們忽然意識到，鏡頭裡這個年輕人不過剛滿19歲，他的成年禮竟是一場面向全港直播的家族葬禮。散場後3小時，有工作人員在靈堂角落發現了謝霆鋒獨自坐在公桌後的身影，他手裡捏着那像球個體面的字條，正用打火機點燃邊緣。火焰吞噬體面2字時，他抬頭望向父親的遺照，這個在鏡頭前永遠精緻體面的男人，此刻領帶歪斜，髮絲散落在額前，仿佛突然老去了10歲。王菲在停車場被記者圍堵，她只說了7個字：各自珍重，向前看。而像柏芝最終在凌晨2點抵達殯儀館，她穿着黑衣黑褲，沒有化妝，在謝賢靈前上了3炷香，然後輕輕拍了拍睡在等候歐沙發上的小姨子謝震南的背。當媒體追問他對靈堂衝突的看法時，他對着鏡頭合十雙手。今天是謝老先生的大日子，請給他留一份清靜。沒有指責，沒有辯解，甚至沒有提及 Lucas 的名字，但他在轉身時用力握了一下小姨子的手，那個動作被模糊的監控截圖傳遍網絡後，點讚最高的評論寫着：媽媽的手是孩子最後的鎧甲。這場風暴在社交媒體上發酵了整整72小時，關鍵詞謝霆鋒父子血裂的閱讀量突破20億，衍生出關於原生家庭、離異子女心理、非婚伴侶地位的無數爭論。有心理學者指出， Lucas 的憤怒根源在於情感所有權的剝奪，他無法接受父親的新家庭單元對舊家庭記憶的複習，而謝霆鋒的現代父親困境則在於他試圖用經濟補償和節假日的儀式感來替代日常陪伴，這種替代在生離死別面前顯得不堪一擊。更值得玩味的是輿論場的撕裂，內地網友傾向於指責謝霆鋒冷漠父親，香港本地論壇卻更多討論王菲未得宗族認同的尷尬處境，而海外華人群體的焦點落在張柏芝隱忍母親的敘事上。每一種視覺都帶着各自文化土壤裡的性別期待與家庭想象，仿佛千萬人通過這場私人悲劇來投射自己的情感空缺。但當我們撥開娛樂八卦的煙霧，真正值得凝視的或俯視靈堂中央那副由謝賢親筆撰寫的挽聯，上聯鳳雲光眼皆舊雨，下聯肝膽照人為清風。這位在銀幕上演準江湖恩怨的老人，生前最後時光裡反覆對護工念叨：人這輩子爭的不是一口氣，是一段回憶。他演過謝霆鋒與王菲初遇時燒掉狗仔聚膠卷的熾烈，也演過像柏芝產後抱着雙胞胎在月子中心哼歌的溫柔。那些記憶碎片在他最後的瞳孔裡交織成一片混沌的光印，而他將這片光印帶進了棺材，卻在人間留下滿地的解鬥奇異。Lucas 事後通過經紀人發布了一則文字聲明：我不後悔今天說的話，但我後悔在爺爺面前說。向所有受到打擾的賓客道歉，也向王菲阿姨道歉。你沒有做錯什麼，錯的是某些無法調和的舊賬。謝霆鋒的回應更加簡短：家事不外揚，但錯在我。我愧用餘生學習如何做父親。這兩份聲明在發布後12小時內被轉發了百萬次，評論區逐漸從謾罵轉向嘆息。有人翻出2014年謝霆鋒在12度風味，你為父親做紅燒肉的片段，
當時謝賢眼眶泛紅地說：我兒子第一次為我下廚。而同一節目的另一集裏，Lucas 和弟弟通過視頻通話露面，謝霆鋒問他們想吃什麼，兩個男孩異口同聲說麥當勞。那個畫面如今看來，像一則以梳理為主題的寓言。尾聲時分，香港的夜雨落在殯儀館的琉璃瓦上，洗刷着白晝的喧囂。工作人員在清理靈堂時發現，謝賢遺照的相框背面貼着一張泛黃的拍立得，照片上是謝霆鋒3歲時的笑臉，被謝賢用圓珠筆在角落寫着我的兒子，我的驕傲。而相框及層裡還掉出一張機票存根，是2008年張柏芝帶 Lucas 去泰國探班謝霆鋒時留下的。那部電影後來因為艷照門風波而票房慘淡，但存根上的日期被老人用紅筆圈了起來，旁邊標注全家最近的一次。這些微小的物證充不參與爭吵，他們只是安靜地躺在時間深處，等待某個雨夜被人偶然翻出，然後提醒每一個圍觀的靈魂。所有家族衝突都非一日之寒，而所有和解的可能都藏在那些未被說出口的細若游絲的牽掛裡。當殯儀館最後一道鐵門落下時，值班保安看見3個身影先後消失在雨幕中的不同方向。謝霆鋒的黑色保姆車駛向中環，王菲的商務車開往機場快線，而 Lucas 牽着弟弟的手走向地鐵站。他單薄的西裝被雨淋透了，卻始終把弟弟護在靠近內側的屋檐下。遠處的霓虹燈牌閃爍着某珠寶品牌的廣告語，讓愛成為永恆。雨水在燈光裡碎成千萬片流動的金箔，而這座城市明早依然繪在八卦週刊的頭版，印上新的標題。但靈堂的長明燈已經熄滅，謝賢的遺照被永遠鎖進了家族墓園的石碑後。風吹過碑前新擺的白菊花瓣上的雨珠墜落時，影出了4個模糊的倒影，那是某個平行時空裡正在廚房煎年糕的謝霆鋒，抱着英人哼歌的張柏芝，坐在沙發上剝骨子的王菲，船友追着皮球跑過客廳的 Lucas 和振南。那個時空不存在於任何人的手機裡，卻固執地棲居在每個當事人偶爾失神的瞬間。或許這就是血緣最殘忍也最慈悲的地方，它給過你完整的圓滿，然後在碎裂的鏡面上留下無數條通往過去的痕跡，每一條都尖利到能挖傷手指，但每一條也都映着光。而我們這些隔岸觀火的人，在敲下評論按下轉發的那，其實都在同一個問題的答案前徘徊。當愛與責任、舊情與新意、個人自由與家族倫理在人生的窄路上狹路相逢時，究竟要舉哪一面旗幟才能不傷害任何人？答案或許永遠無解，但至少在這場暴雨過後， Lucas 主動取消了原定的新聞發佈會，謝霆鋒默默將每月生活費的轉賬備註改成了給那仔和細仔，而王菲在登機前把那像主位牌折疊好，放進了隨身攜帶的金剛經非手裡。有些傷口注定不配愈合，但至少他們選擇不再向傷口撒鹽。這大概就是文明在野蠻的廢墟上能開出的最樸素的花。